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初2，诗篇36篇第9节安尼讲：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伫你的光，我毋要看见光。三甲来祈祷，我看见你的光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至悬的上主啊！你是阮的盼望，对阮少年的时，你就一直是阮的倚靠。阮对母胎就受你的扶持，阮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，主啊！你的公义悬到拄天，你的慈爱达到强冲。我要不时称赞你，也要时刻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！天地甲海所有的活命，既若有气息的，拢是你所创造。因为安尼，阮知你掌管一切。主啊！当黑暗也看阮，患难临到的时，阮就无惊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伫你的光，阮袂看见光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是活命的源头，你的光也袂看见。耶稣听你。